口輪啊，煮個意大利飯早餐啊，這裡是牛奶，然後呢落啲黑糖，還有一點咖啡粉或者美祿粉，然後呢開個細火把那些糖煮溶，這樣搞呢大概煮個15分鐘呢就會溶噶啦那些東西。然後這個意大利飯直接下去，你們用珍珠米都 OK 啊，總之短的米就 OK 啊。現在呢把它煮滾，煮滾之後呢關小火。喂，這個巧克力意大利飯呢不是我創的，意大利真的有這個東西的咁樣你們關完小火呢就煮個30分鐘左右啦。中途嚟攪它一下反粘啊，但是不用一直粘在那邊攪啦。而且呢如果液體太少呢，你們就可以加點那個牛奶進去啊。飯齋煮呢把巧克力弄碎，你們切啦，我懶才用手搣啊。我煮完我喜歡呢米還有一點拗口啊，你們喜歡爛一點呢就煮爛一點啦。然後呢我一大片奶油，還有巧克力水，然後呢這個中點一定要加點鹽巴。這裡呢就關火把它攪勻。哇，見唔見到多完美喎！攞個靚杯，完美啊！然後什麼東西都要開心果啊，正啊！超正，暖粒粒巧克力飯呢個係杜拜巧克力啊，杜拜意大利人結婚啊，跟哇，死啦！